后来国道3号就北德产的路段，有一个驾驶是毋是困去了？竟然用超过120的速度冲撞到头前车，车顶4个人受伤。这个冲撞的记录去现光了，惊险万分。车伫高速公路驶好好，这个时后壁一个轿车拢无减速驶落来。安尼一个让车顶人是惊啊哀哀叫，车是要一连了才停伫路肩，车顶人惊一个险啊破胆。完全在北违规。发紧急救援电话，C 会先。被龙的车后倒猫落去，吊碎这台车车头钣金拢变形。地点伫国道3号上北410几公里的所在，德产到林路的路段。77早起7点外，到4年厝姓赵的男驾驶120公里的时速，可能是精神无集中，被反应去弄到头前这台车。地区有大人、囡仔，总共4个人受到轻伤，送医治疗。疑因精神不济撞击外侧车道，由方男89年次手驾驶之自小客车肇事，造成方男及3名乘客受轻伤送医。警方提醒讲，若精神无好，千万唔通驶车上路，因为吊衰车主，说来唔爱讲赔以外，爱搁面对法律的责任。Hello， 我是郑慧良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